用报道。网络发达，即马社群平台正流行短影音，一寡少年家含囡仔拢真介意看，也毋过有可能看咧就调咧。民间团体就讲，若是影音的内容伤过咸、重口味，佮有色情，安尼囡仔有可能去模仿。教育部长潘文忠就表示讲，教育部会继续来增加老师的能力，互老师提供教案来教囡仔，啥物是好，啥物是歹。摕手机手一直愈来愈去，敢若短短几秒钟嘛会当看一堆这种短影片，这是即卖少年人上爱做的代志。搞笑吧，梗图那种，时间不一定吧，就是无聊没事之后就可能滑一下这样。就是随便滑啦，就没有固定的那个要看什么。就是人家做什么奇怪的实验，然后做模型之类的。抖音、IG、小红册各大平台的短影音，少年人拢有在用。真侪人一天是开几点钟在看，但是有立委烦恼讲，囡仔安尼看甲停袂落来，万一若伤痴迷，对因的自制力和专注力、恐惊拢会有影响。过度的使用短影音会降低注意力，影响自制力，还有它其实内容呢教育价值很有限，很容易上瘾。包含说一些恶搞的行为，或者是不安全的一个行为，只要能够吸睛或是有流量，那儿少就会去做一些模仿。青少年小这种短影片嘛，互监管基金会真烦恼，惊因的判断能力无够，若有黄色也是暴力的内容，对因来讲拢是风险。若是搁较严重，有可能引起模仿的效应。除了会持续的增能老师的增能之外，希望在这上面随时能够支持老师在这上面在指导学生的时候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教材。对立委提议增加师生识别的课程，教育部长潘文忠是表示肯定，马上就会继续进行教师的精灵，提供教案帮助老师来强化学生的判断能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